新闻头家先来看，伫咧高雄五星级的饭店新益酒店，昨雄雄失电2摆，有真侪要去遐大的旅客，佮有要食买嘅人客拢受到影响。饭店的业者就赶紧出来回息咧，嘛宣布昨天遐大的100外组旅客，拢总大免钱，食免钱。 伫1楼看到真侪人客徛伫咧门口等，有一寡人是来遮大，有一寡是来遮食买鸡。也毋过因为停电，电梯袂叮当，拢伫咧等电来。看起来是没电，电梯也都不能运行，里面整个都是黑暗的。伫大楼楼顶有一寡公司，因为常常停电，大家也串一个，规暗摸摸，电脑袂开，无法度做事。没有电，没法上班啊。 大概快1年多都没遇到。伫大楼内面有一间5星级的星级酒店，也同款停电，真侪要来大房的人客拢伫咧大厅等。对此业者真抱歉，讲这暗大的人客拢未收钱，饭店内面的自助餐厅也会免费供餐给人客食。 刚好遇到了这个用餐的这个高峰期间的用餐时间，对，那为了就是跟我们的客人致上最高的一个歉意，对，那像今天诚怡酒店我们晚上的这个住房将不会跟房客收取任何的费用，那稍晚也会在我们的餐厅的自助餐厅的部分，然后提供餐食，然后来让我们的客人来做享用。规栋大楼黑暗暗，沿过边的高雄市立图书馆是光亮亮，附近的大楼也拢无停电。 台电的人员伫咧检修了，确认台电的快线并无跳脱的情形，应该是高压用户家己的设备出问题，大楼的回路跳起。有回路有一回路是故障的，毋是台电的，毋是台电问题。经过台电协助了，即马已经恢复正常供电，不过一天内2遍短暂跳电，个正拄好是每个旺季甲高雄观光的热门的时机，真侪旅客拢受到影响。业者也提出诚意，希望这间大房的100外座房客也是让有一个好印象。记者综合报道。